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5月20号精彩有三石的班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班，咱即班的班头呢是25来开伫个第四季，所以咱要对4月23号再来看班头25吹着了，咱先啊吹着班头的顶两期的第四季，一期两期，顶两期的第四季26，咱的26要先来甲减掉5。所以26来减5就是21，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四期21只。来，咱个继续要来看到5月2号，班头25相像，再来开伫第四季，所以先来找到班头的顶两期的第四季，一期两期，顶两期的第四季3空，咱的3空要来甲减掉5，所以30来减5就是25，25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。两期四期25只，来咱一只过来看到5月7号班头25又过来开第四期啊，所以同款先来找到班头顶两期的第四期，一期两期顶两期的第四期27，咱的27要来甲减掉5，所以27减5就是22，22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四期有无？22一只。刷落来，咱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15号，班头25小强来开伫个第四季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班头顶两期的第四季，一期两期顶两期的第四季09，咱的09要来甲减掉5，所以交来减5就是控数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四期控数。这下就是咱5月2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。国旗，来咱继续要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36来开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要对4月20号再来看。版头36找到了，先来找到版头顶5期的第一期、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09，咱的09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交来加20就是29，29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来。29只，来，咱个继续要来看到4月29号，班头36小强来开伫第5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班头顶5期的第一期、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02，咱的02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2来加20就是22，22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，22只。咱一只过来看到5月7号，班头36，共款过来开伫第5期啦所以先来找到班头顶5期的第一期、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02，咱的02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2来加20就是22，22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，22只。刷落来，咱过来看到伫个5月15号，班头36。共款来开伫个第5期啦所以咱要先来找到班头顶5期的第一期、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顶5期的第一期11，咱的11要来甲加上20，所以再来加20就是31，31就要来伫班头的下四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31。这下就是咱5月2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旗，来咱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班的班头呢是39来开，所以咱要对4月22号再来看。班头39找到了，先来找到班头的顶3期的第3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3期的第3期26，咱的26要先来甲减掉5，所以26来减5就是21，21来要伫班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21只。继续要来看到。伫个5月4号，班头39小强一只来开啦所以咱先来找到班头顶3期的第3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3期的第3期27，咱的27要来甲减掉5，所以27减5就是22，22要来伫班头的下5期来开，两期、四期、5期，来22只。来，咱过来看到5月6号，班头39小强来开伫第5期。所以咱先来找到班头顶3期的第3期，
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三期的第三期一切，咱的一切要来甲减掉5，所以17减5就是1期，1期会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有无？一、二、一只，刷落来，咱再来看到，伫个5月14号，板头39相像一只来开，所以咱要先要找到板头的顶三期的第三期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顶三期的第三期2，咱的2要来甲减掉5，所以20减5就是16，16会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16。这啊就是咱5月2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，来咱继续要再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01来开，所以咱要对4月17号再来看版头01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伊顶2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，顶2期的开奖日期15号，咱的15号要来甲加上18，所以15来加18就是33，3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来33只。一只要再来看到4月21号版头01相像一只来开，所以咱先要找到版头顶2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，顶2期的开奖日期18号，咱的18号要来甲加上18，所以18来加18就是36，36会要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来36只。来，咱要继续来看到5月7号版头01。共款甲来开伫所以咱先找到伊顶2期的开奖日期，一期、两期，顶2期的开奖日期5号，咱的5号要来甲加上18，所以5来加18就是23，23会要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来23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5月12号版头01相像一只来开啦所以咱版头找到，先来找到伊顶2期的开奖日期。一期、两期，顶2期的开奖日期9号，咱的9号要来甲加上18，所以9来加18就是27，27会要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27。这啊就是咱5月2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。来，咱继续再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呢？是3期到1期的版咯，版头是02来开啦，开伫第1期啦所以咱要对4月29号再来看版头02来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的顶2期的第1期，一期、两期，顶2期的第1期空白，还有顶4期的第5期、3期、4期参数参版头的顶4期的开奖日期24号。所以就是空白二数甲3数这3期要伫版头的下3期，3期会开1期嘛一期、两期、3期空白二数甲3数，伫版头的下3期来开着空白3期来开1期。来，咱再来看到5月1号版头02相像，再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顶2期的第1期，一期、两期02，顶4期的第5期还有开奖日期。3期、4期，第5期是27，伊的开奖日期27号。所以2期27啦也就是02甲27这2期会要来伫版头的下3期，2期会开1期，一期、两期、3期，来27有无？02甲27版头的下3期来开着27。来，咱个继续要来看到。5月11号版头02共款甲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2期的第1期，一期、两期18，顶4期的第5期、3期、4期39，还有伊的开奖日期是6号，所以就是06、18甲39这3期会要伫版头的下3期，3期会开1期，一期、两期、3期18、39，什么06、18甲39版头的下3期才来开着18甲39。3期来开2期，来，咱直接再来看到5月13号版头02又个一只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先来找到伊顶2期的第1期，一期、两期02，顶4期的第5期、3期、4期28，还有伊的开奖日期8号，
所以就是02、08、甲28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02、28，有无？02、08，还有28，板头的下3支来开着02甲28啊吼，3支来开2支，刷落来咱再来看到5月16号，板头02。小强再来开第一支，所以先来找到伊顶2支的第一支，1支、2支08，顶4支的第5支、3支、4支、26。还有伊的开奖日期12号，所以就是08、12甲26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3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08、12，还有26。所以08、12甲26也就是咱5月2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支到1支的版咯。来，咱继续要再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开奖日期的15号，所以咱是要对12月15号才来看。版头15号来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顶4支的第2支甲第4支，2支、4支，顶4支的第2支07，第4支16。还有顶6支的第3支，5支、6支、27。所以就是07、16甲27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、16、27，有无？07、16甲27，板头的下4支来开着16甲27， 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继续来看1月，板头小强是开奖日期的15号，所以咱板头找到了，先来找到伊顶4支的第2支甲第4支，2支、4支，第2支顶4支第2支25，第4支34，还有顶6支的第3支5支、6支10。所以就是10、25甲34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、25，还有34，10、25、34，板头的下4支是咪来开着25甲34， 3支又搁来开2支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2月，板头小强是开奖日期的15号，所以先来找到板头顶4支的第2支，2支、4支，15，第4支29，顶6支的第3支5支、6支、25。所以就是15、25甲29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，15、参25，有无？15、25甲29，板头的下4支来开着15甲25。来，咱要搁来看3月，板头小强是开奖日期的15号，3月无15号嘛吼，所以甲跳过来看4月。4月板头开奖日期的15号找到了，先来找到伊顶4支的第2支甲第4支，2支、4支，第2支21，第4支27，还有顶6支的第3支5支、6支05。所以就是05、22甲27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05。什么05、22甲27板头的下4支来开着05啦吼，3支来开一支。刷落来，咱要搁来看5月，板头小强是开奖日期的15号，所以咱先来找到板头的顶4支的第2支甲第4支，2支、4支，第2支13，第4支36，还有顶6支的第3支5支、6支23。所以就是13、23甲36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13，还有23，参36嘛吼。所以13、23甲36也就是咱5月20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支到1支的版路。咱今仔日版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版路袂歹，麻烦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顺续订阅不然，也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